本节目由安乐居赞助播出。歡迎翻嚟名人會客廳。咁我哋今日咧就同大家講下呢個足部護理嘅重要性。咁頭先提到咧就同足部相關嘅疾病咧就其實好多嘅。咁其中一個咧就係叫做靜脈擴張。咁啊頭先咧 Dr. Pat 咧就講咗乜嘢係靜脈擴張啦。咁呢度咧我就想問下啦，就係咩原因導致呢個靜脈擴張嘅咧？咁上一次我哋講嘅就係話佢個靜脈裏頭有個反啦，令到佢可以只係逆方向咁回翻上去個心啦。係。但係後生嗰陣時候，佢嗰個中有少少彈性，係咪？而且個反佢如果血衝翻落嚟嗰時候，佢會生得好含。咁啲血咧就唔會跌翻落去，因為地心吸力咁跌翻落去。但係咧慢慢上緊年紀咧，開始會鬆弛嘅。佢如果鬆弛的話咧，變咗個彈性冇咁好咧，個反開始會有即係有個窿啦，即係好似啲機器舊咗，係啦，啲血可以開始流翻、調翻、倒流翻，即係倒流翻落去，地心吸力倒流翻落去啦。咁越整越大咧，你直情會見到佢嗰個靜脈咧，就直情會好似我哋成日講話，我有藍根啊咁樣。點解會藍根啊？稍微冇即係年紀細啲嗰陣時候冇嘅，即係好個皮膚好滑。但係上咁年紀開始慢慢見到有少少藍根，然後慢慢越整越，直見到一條突咗出嚟咁樣咧。當然手嘅就唔係咁講，我講係腳下。咁你見到而且係曲曲脹脹咁，所以叫曲脹咁嘅。佢係其實有彎彎曲曲咁樣嘅。就係佢嗰個越整越大，令到佢咧係咁膨脹，嗰啲血係咁谷住喺度啦嘛。咁尤其是你點嘅咧，就朝早起身嗰陣時候咧，隻腳反而冇咁腫嘅。但係你到晏晝同埋企得多或者坐得多嗰陣時候咧，啲血因為地心吸力留住喺底下上唔到翻嚟，因為個反裏頭開始有問題啦嘛，已經冇咁好啦，唔 work 啦，係啦，越整越脹啦。咁所以變咗嗰個靜脈自己本身又膨脹，加埋啲因為佢壓力喺底下越整越降落去的話咧，變有時啲血或者甚至佢個兩條血漿咧開始湧出嚟，湧到去嗰個靜脈以外，導致你隻腳開始腫。再加埋咧，就係會嗰個皮膚咧開始會變黑，就係因為直接嘅血，嗰淨有少少紅血球嘅細胞咧湧咗出嚟，即係有啲血出咗嚟，其實即係滲咗出嚟，係啦。咁然後咧就擺咗喺個皮膚上邊，然後個皮膚亦都開始變咗咧，會我哋有少少嘅皮膚炎咁樣啦，因為咁，所以一連串嘅症狀會出嚟嘅嚇，除咗腳腫之外。咁你頭先提到一樣嘢就係個症狀啦。咁我想問下啦，就個症狀係點嘅咧？係咪有啲人咧就有時見到啲長者咧，就可能隻腳咧有一笪瘀啊嗰啲係咪即係其實症狀之一咧？嗱，一笪瘀咧要問清楚究竟佢有冇可能會唔會食稀血藥？咁啊，因為如果有好多時因為個心臟唔好啦，咁或者有個中過風咧，咁醫生會開稀血藥俾佢。因為稀血藥就佢普通少少碰一碰佢，好似成一大血出嚟。哦，即係淨瘀咗咁樣。嗰個另外一個回事。係。但係如果佢係平時冇食稀血藥嘅，你見佢血常規基本上抽血係完全正常的話咧，佢亦都會慢慢會有咁樣一少少，初會好輕微嘅。平時譬如話後生嗰陣時候個皮膚嘅腳咧白淨淨嘅，慢慢咧有少少一笪咧變咖啡色，少少灰色，然後越整越多，咁咧就好容易就係因為個靜脈曲張而導致。咁咧就即係你頭先就提到呢個即係腳腫啦。咁係咪即係如果個人成日容易腳腫咧，即係已經係咪即係可能佢靜脈擴張已經有少少問題咧？係啦，呢個其中一個原因。如果佢尤其是一邊隻腳啊，或者兩隻腳都會。另外一個咧要小心就係可能個心有事。個心有事。如果心衰竭的話咧，頭先我所講就話，另外點樣可以將嗰啲血拉翻上嚟？就個心又可以擴張，將啲血吸翻上嚟。係啱啊！但係如果嗰個心嗰個力咧開始有心衰竭的話咧，亦都冇辦法咁大力吸到的話，或者有時啲血拱咗去第二度啊咁咧，亦都會令到佢腳腫嘅。第三個原因腳腫咧就係譬如個腎有事。個腎本身有事咧，又會或者體重太重咧，亦都會導致個腳咧成扎啲水分咧上唔到翻上嚟，都會。第四再講埋啦，就係譬如話嗰啲血裏頭自己本身營養唔夠，因為佢其實咧營養唔夠的話咧，個血裏頭應該有蛋白質嘅，有蛋白質的話就可以有其他佢正常嘅質素的話咧，佢會將啲水流咗喺個血管裏頭。但係如果佢蛋白質唔夠的話咧，啲水自然會滲出去。
嚇呢個係另外一個原因啦，因為個化學物理嘅原因啦。咁所以好多不同原因令到佢腳腫，就唔係淨係靜脈曲張。哦，所以腳腫咧，其實我哋講足科嘅足就呢個就好複雜啦，好複雜，其實好多嘢嘅。咁就靜脈擴張啦，就點樣醫治咧？哦，咁好多問題啦，好多辦法啦。第一最簡單嘅咧就係，因為我頭先所講就話，如果隻腳成日擺低的話，因為地心吸力啦，咁啊遞起隻腳咯。隻腳如果越近翻個心的話，就越好啲。我初初講就話，如果你朝頭早起身，你腳冇咁腫的話，因為地心吸力咧，咁因為係靜脈曲張而導致的話咧，咁所以你如果要坐低，譬如睇電視嗰陣時候，就趌起隻腳，趌起隻腳。第一個其中最簡單嘅辦法。第二，醫生可能會俾嗰啲稍微緊啲嘅物俾你啊，因為你自己個靜脈即係鬆弛咗啊嘛。係啦，咁佢用外邊嚟到去將佢箍翻好佢，咁就用個稍微緊啲嘅箍物，即係稍微難啲着，咁可以箍緊佢。咁佢仲有其他辦法，譬如話做手術啊，用其他嘅化學物質嚟到將佢嗰個靜脈嚟到整斷佢啊，亦都有好多不同嘅辦法嘅。嚇，咁就即係好快啦，就問下呢個靜脈擴張啦，就對身體會造成咩影響咧？大致上嚟講唔係話好大問題，但係咧，如果係一路繼續唔做的話咧，佢會潰爛的話咧就會有炎症咧，咁亦都會影響隻腳係足夠嘅問題嘅。係，我哋多謝晒 Dr. Pat。咁啊，正如 Dr. Pat 所講嘅，咁其實咧有陣時咧，大家咧就可能唔覺，即係我點解我成日腳腫？可能咧就腳腫咧，亦都可以即係有好多原因，但係咧就其中一個可能性咧就係呢個靜脈擴張啦。而靜脈擴張咧，如果嚴重嘅話咧，就會對身體咧造成好大嘅影響。大家如果有任何疑問嘅話咧，就記得打熒光幕上安樂居嘅電話號碼。我哋依家進入一段廣告。